你的新闻中有台湾人民的健康吗？你的心中有考虑我们的小孩子、我们的老人吗？我们就各种的层面，是莫名其妙的。我建议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做美商、美国猪肉商驻台代表好了。请不要用这种言辞来侮辱。我跟你讲啊，不要影响到美国猪肉啊，这个卖到台湾来哈，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哈。健康是不能交换的，但是台湾必须和国际接轨。这鬼意思。 既然不能交换，还要去谈什么其他的东西吗？因为是安全。民众说，我还没有请你讲，我只是念你讲，这些话都不是我讲的，都是你说的啊。民众吃美猪，吃好几辈子都吃不到危险的量。今年9月5号被问到是否愿意带头吃，出席的你说啊，我没有带头要吃，我是不得已的。我还记得哦，我有3高。 这都是你说的啊！11月18号开放美猪，没有拿肉强灌到大家的嘴巴里去，是了不起。现在街头巷尾，不是说每个人都在说，很多人都在谈这个话，官威好大哦，心中只有美国的猪肉商哦，台湾的老百姓是老几啊，猪都不如啊！这是老百姓的解读啊。10月23号，尊重多元民意发现，美猪不等于莱猪，很了不起。 当然是，来猪不等于毒猪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现在如果一个人走在街上哈，有人不骂你啊，我随便你了哈。我们再看看啊，是，台湾也可以做，这没有问题啊。那我们就希望你做嘛。台湾会让厂商来做制。我们就是你为什么？我从以前就讲到现在 USDA 看人家也是政府的组织标示，我们都鼓励。我跟你讲。 所以我再三讲，从你我现在的对话，我觉得你该换一个抬头，你该换美国猪肉商驻台代表，人家美国加拿大人家都这样子写，然后美国的 supermarket 都这样子标，你还在强辩，你的心中有台湾人民吗？ 我说台湾，你的新闻中有台湾人民的健康吗？你的心中有考虑我们的小孩子、我们的老人吗？ 我们就各种的层面，是莫名其妙的。我建议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做美商、美国猪肉商驻台代表好了。请不要用这种言辞来。先生，我现在不愿意叫你部长哈，陈时中先生，摸着你的良心，摸着你主编的心，看心还有没有在跳。真的，摸着你的心，看你心还没在跳。 你有良心吗？心跳得很快。台湾的老百姓的死活，你可以不管？不会。